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，即马伊是公开支持副总统贺锦丽，即嘛互民主党伫线顶的捐款一时就加真济，伫短短几点钟内就募到超过5000万美金，即嘛创下2020年大选以来一天内底募到上济金额的情形。也那贺锦丽今年59岁，伊是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个女性，而且是阿非裔的副总统。总共真正代表民主党出来选总统，安尼嘛会创下美国历史上的新纪录。总统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，佮表态支持副手贺锦丽，加做民主党2020岁总统候选人。贺锦丽透过声明讲，拜登的决定是无私甲爱国行为，伊会努力争取佮赢这项提名，全力团结民主党甲美国，打败川普甲激进派2025计划。佮向支持者发声，咱佮有107天，咱斗阵战斗，也斗阵赢到胜利。Looking back at 2016 and Hillary, she did win the popular vote by close to, I think it was over 3 million. And so I believe that if she can get her campaign right, that she may be able to pull a few swing states and win this election. 虽然这是为1968年以来民主党第一场开放式全国党代表大会，不过前总统克林顿甲前国务卿希拉蕊为主，真侪位当量级的民主党人，50州的民主党党部主席拢公开支持贺锦丽参选。民主党的线顶募款网站指，伊暗时为原本的每点钟平均无到20万美金，钱是一直之外无超过5000万美金的捐款，创2020年大选以来民主党一天上悬的募款金额，佫是募款网站史上一天第3悬的新纪录。促进民主党世家即摆脱党用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小罗伯·甘乃迪，杜并表示，这一切拢是为着钱。They're doing it because it's the easiest way to hold on to the money. She's a war hawk. The Democratic Party was always the peace party. Kamala Harris is a war hawk on Ukraine. She's a war hawk on China. 在加州奥克兰出世59岁贺锦丽，爸爸是来自牙买加，妈妈是来自印度，毕业伫霍华德大学甲加州大学旧金山法学院，是加州第一位非裔地区检察官，第一位非裔州检察长。2016年成功选调联邦参议员，2020佫加做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性甲阿非裔副总统。不过外界认为过去4年伊的表现无甲若好，亲像伊上早被指派负责处理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，连续4个甲错误陈述招来批评，这负面的印象一直延续到后来对提权议题处理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新闻进前针对6项民调结果进行平均计算，贺锦丽支持度是47%，川普是48%，双方并无明显的差别。川普自称是拍败贺锦丽比拍败拜登更加简单。美国媒体是后说这场大选是检察官甲党刑犯之间的对决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。